你不相信黄叔叔给你用得物鉴定，黄叔叔怎么可能给你买大新货呢？那你说你现在喜欢打羽毛球啊，对个，那就要坚持下去，要打得好，打得精，知道吧？黄叔叔也不是说要你去参加比赛啊什么的，但是你要从中找到乐趣，自己打得开心，这个是黄叔叔要的，知道吧？那黄叔叔作为长辈，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知道吧？给你经济上的支持也好，对吧？给你买这个装备啊，给你请教练，黄叔叔一手包办，是的，为的是什么？就是让你开心啊。还有你上次说这个什么，之前给你买那个99 Pro， 天府99 Pro 是吧？你说双打的那个不大行，要把1000Z， 黄叔叔也记在心上的，我给你买好了1000Z 呢，看见？黄叔叔给你买好，自己拿过去看看了。黄叔叔真的喜欢你，真的对你这么好，还要跟黄叔叔切杯老酒了啊！敬黄叔叔一杯。什么坑大新货呢？你好好去看看呀！黄叔叔这个牌子找人买的，这个怎么可能大新货呢？黄叔叔会给你大新货的。你不相信？现在黄叔叔在得物上给你鉴定了，现在多好鉴定的呀！哎呀，帅哥，黄叔叔演示给你看，很方便的。找到这个探索页面有个鉴别服务呢，还有一个免费鉴别找到这个运动户外呢，根据他的要求拍个几张照片就好了，等个3分钟马上就出来的。杨帅哥你自己看这个是专业鉴别师给出来的鉴别结果呢。看见正品了，你自己看杨帅哥人家得物都是有国家认证的鉴别实验室的，知道跟很多权威机构都是有合作的，鉴别总次数已经超过11亿次了。那是不是大新货？黄叔叔会给你买大新货的，拿不出手的哇！杨帅哥来，切杯老酒。杨帅哥知道黄叔叔为什么这么支持你的兴趣爱好不是对你好是一方面，最主要的，黄叔叔是希望你没有遗憾真的，等你老了以后，你会觉得没有遗憾的。黄叔叔小时候就有很多遗憾。你还知道黄叔叔小时候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黄叔叔小时候就想要一辆自行车。你不要笑呀，那个时候自行车很值钱的，真的，不像现在，跟现在不好比的。真的，黄叔叔那个时候真的特别羡慕人家有一辆自行车，我也想有但是怎么办呢？家里面买不起长辈也买不起，不能给我买对吧？你要换到现在100辆自行车，黄叔叔也买得起但是没有用我年纪过了，知道吧？你现在给我100辆自行车，也填不满我当时的遗憾那黄叔今天真的跟你讲心里话，杨帅哥，知道吧？就这你该有的年纪，黄叔说能帮你的一定帮到你，你想要什么，黄叔尽量满足你，就是让你没有遗憾，知道吧？好好打黄叔看好你的来，不说了，来，切老酒，来。